请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引带咱，今仔日来到伊的圣殿来敬拜伊。这是咱安静咱的心，来甲主三甲来唱。是我心所幸福，伊是我心所爱，伫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我主。咱的心来听候耶和华，因为伊是咱的帮山，咱的顶。咱的心的确来倚靠伊，互伊欢喜。因为咱来倚靠伊圣名，耶和华，求你照阮所仰望的，你会向我施行主啊！这是咱嘛来感谢阿罗咱的上帝，因耶和华是咱的力量，是咱的顶来，咱心里倚靠伊就得到帮助，所以咱心中欢乐，咱得较用诗歌来颂赞。这是咱三工来学，用咱的内心上诚实的声来学了咱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从生命中的道路指示我，为一位兄弟姊妹。主啊，你互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伫你的正手边有永远的幸福。主，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中间，赏赐阮对你遐来丰盛的生命。主啊，阮恳求你常常教示阮，读你的话语，时常祈祷来亲近你。主，我们将身心灵生命的主权交托你的手中。恳求你来掌管伫我的生命中间，互阮凡事兴盛。主，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也为着咱的罪，咱所犯的罪，有时咱唔知，咱一定犯罪。这是咱将咱犯的罪全然交托伫主的手手。求主伊的保护来洗清咱所有的罪恶，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上时咱嘛为着咱台湾这个土地献上咱的祈祷，为咱台湾这个土地所犯的罪嘛献上咱的祈祷。至圣至善赐了人民的白，主啊，然后阮搁来到你的面前，阮谦卑承认阮的软弱，
罪本性，常常犯罪，离开你的真道。主啊，你拢知阮所犯的罪，求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阮所有的罪过。求你，互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互阮伫你的光内底来活，行你的道路。主啊，你是掌管万米的主，我们特别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来祈祷。主啊，你起初为阮所创造的环境是何等的美好，但是今仔日因为人类所犯的罪，互环境受到破坏污染。主啊，求你赦免阮。主啊，恳求你即时医治阮的土地，医治阮的水的资源，医治阮的空气，互阮有清气的空气。愿你的圣洁的荣耀光照伫阮所有台湾城市的顶面，互阮的生活拢会当伫健康的环境中享受属天的平安。主啊，我们也要为着全台湾来祈祷，恳求你赐了阮有一个公义、平安的土地，互执政者拢存敬畏你的心，当尽该尽的本分。求你的主爱也看这个所在，医治这个所在，疗效这个所在，互阮伫这个当中来徛起时，主你的主爱就到阮三角地底。愿来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我心所希望，你是我心所爱，在我生命中只有你，是我所爱我主，我要永远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耶稣。我要永远爱你，耶稣，多多爱你，深深爱你。我要永远爱你，耶稣。煞遮咱人为着咱教会所面对的困境甲挑战来祈祷。咱知影最近圣歌队有做真侪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甲咱来献诗，嘛无法度甲咱三甲来敬拜，因带咱来敬拜。所以咱为着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献出咱的祈祷。礼拜六咱有一个姊妹、一个兄弟陆续去拄到车祸这个缘故，咱嘛要为着因来祈祷，特别咱要为着撒旦的作为断开撒旦的作为，咱来祈祷。因为咱也知，咱一个教会，咱若无复兴的时，撒旦拢伫遐咧休困。啊，毋过当咱教会是一个火热的教会，是一个奉主旨意所行的教会时，撒旦就要伫咱的中间来甲咱阻挡，所以咱爱特别用祈祷来扶持彼此的肢体，互咱靠着祈祷，靠着耶稣来得胜。第二，咱嘛为着教会属灵的氛围，较无圣神祈祷的大能，切莫上帝的话语热情的敬拜，甲学习并成长来祈祷。也为着人参与大使命的事工，传福音的引人归主的事工来祈祷。特别咱嘛为着教会文要开始，来幸福小组来献出咱的祈祷。
咱嘛为着咱教会年长信心灵有病痛、有重大疾病的肢体，咱来献上来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就算完成做你的囝儿，主啊，我们从你诚心的，主啊，特别为着你的信心，主啊，在天父，你看顾人类，你是喜乐安慰的上帝，你是阮患难中得闪的所在。阮逐摆有困难时，总是来到你的面前，求帮助得平安。主啊，要为着阮教会，无论是疫情受到影响，也是因为有一寡一人病痛，也是拄着车祸。病痛的这兄弟姊妹，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个弟弟。主你，阮知影，只有我靠你，只有我靠你信心的引传，阮才会当断开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恳求你兴起阮，互阮有信心赢过一切试炼甲挑战。主，阮嘛要为着教会做心灵忧伤、身体病痛兄弟姊妹，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的信心，甲因三甲弟弟，你医治的大能就临到因的中间。主啊，互因伫病痛中悠然，有你对你遐来领受对你遐来的平安，对你遐来医治的完全。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煞者咱嘛为着今仔日主日礼拜献上咱的祈祷，为着所有参加敬拜兄弟，有一个兄弟姊妹，拢有一个较木的灵，无论伫现场，也是伫线顶，拢平平得到上帝的祝福。咱嘛为着今仔日礼拜服侍者甲平时会顺利献上祈祷。咱嘛特别为着今仔日所讲到要来分享信息的。老理事献上咱的祈祷，恳求主信心甲三甲弟弟，互伊嘴所讲出的，拢会当做平平，互所有的会友拢会当得到灵命的更新。咱出声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上帝，亲爱的信息，还有听阮的主耶稣，主啊，恳求你的信心，即时临到阮的中间，临到所有的座位，互每一个坐伫座位顶的兄弟姊妹，拢会当领受到对你遐来的平安甲祝福。主啊，我嘛恳求你看顾保守我未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你看顾因保守因路上的平安。互因紧紧来到阮的中间，三甲来敬拜。主啊，要恳求你看顾保守今仔所有礼拜的定时，拢会当顺时，互所有的服侍者拢有你的信心，甲因三甲弟弟，互因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也特别要为着今仔日来讲道分享的老理事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引传伊。互伊嘴里所讲出来，拢是对你遐来的话语，互阮所有会友拢会当领受基督会伫阮即个你所设立的，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即个机构，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互福音广传即个所在。阮就一切献上阮的祈祷，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我的眼光爱你耶稣，多多爱你，
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也会使，咱就对座位中来起立，咱三个来敬拜咱的主。耶稣是我的主。
的我，你的主爱，会陪咱到永远。爱会陪咱到永远。主，你是永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永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主宰。圣洁公义，天使拢能力归乐，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我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撒那归于大地的好的。撒那归你万福的雨，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你是阳光的君王，你是和平的主，你是宇宙万物。圣洁公义，天使拢能力归乐，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有我的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撒那归于大地的好的。撒那归你万福的雨，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撒那归你大地的好的，撒那归你万福的雨，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撒那归你大地的好的，撒那归你万福的雨，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阳光拢归你，只管上帝，主耶稣是弥赛亚。哈利路亚！这是咱三个人用信息281首。上帝只是隐藏，爱给当心敬拜，你主名前献身何塞？上帝的圣殿内，爱给点睛礼拜。心肝全意敬天跪拜，我亲拜上帝，心可你免挂碍，无论你高喊爱，上帝永远存在。
成在，你们祷告天爱，你在心都平静和善，困求主阿热听，万所因比微笑，美而乐里存了，困求万国万头，清晰我心焦靠，即可行主必等老，请求心塞悄悄，华丽灿烂豔耀，哦，万恶的祷告被邀，请记高迎万，万军的主领导，万一心会最高。阿门。创造万有，阮的主上帝，阮的天父，阿乐感谢你，因为你的听时时刻刻拢充满，也喜乐互阮。阮更加体会到上帝你圣手的扶持，互阮每日有你的保守，特别伫会早起，伫你引带圣神感动的面，互阮的心较无要到伫主你的面前。主，阮阿乐感谢，阮会早起伫即个所在，阮用专一的心神来敬拜服侍你。阮也要用谦卑的灵伫即个所在，领受你的话。主啊，你的话来启示阮。主啊，你的话，互阮通有晓悟的心，通遵行你的话，来行伫你真道中间。主，你要将即个福气，伫会早起阮敬拜的时阵赏赐互阮。阮也要恳求被上帝你家己，圣神充满运行伫会中，你的荣耀也充满，互阮每一个人，因为安尼佫较心欢喜得调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你，愿被上帝你亲自赐福因带会早起的时间，阮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到，你的旨一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阮的人。无伫错阮即一次，就叫阮看伫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代代无尽。阿门。请坐。这时，咱三家来启用，启用文第5篇诗篇8篇，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遐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这时，请咱三家头来祈祷。
听大家天父上帝，搁一摆来感谢你、学了你，互阮会当伫阮生命中行过济济良善甲祝福。虽然阮有时阵身躯有苦痛，心神有软弱甲忧愁，生活有困难甲孤单，愿由阮交托仰望你，你的圣神的安慰永远无离开，互阮伫失志的时得到安慰，跋倒的时得到扶持，无咧惊也无咧喘。相信有你的引带，互阮由阮看起头前的毋望，来重新得到救。阮要高举你施恩的宝座，谦卑认罪悔改，除去阮对敌甲自私，有正确甲喜乐的人生观，来行光明的路。相时，阮也感谢你赐予阮所有的会友教育的福分，会当伫疫情中，不管伫实体也是线顶，由阮会当三角组织来敬拜甲服侍。求你赐阮刚强壮大的心来面对这一切，也求天父上帝眷顾甲祝福，互阮众会友会当同心同行，建造富强教会，成做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调教，成做会当活出疼的健康的教会，甲积极传福音的教会，会当成做信徒灵命丰盛，甲代代门徒培育传承的教会。愿安尼恳求、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讲授上帝的话语。今仔所要读的圣经在是记载伫哥罗西书2章6到7节，由我来读。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照恁所受的教示，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圣经读到这，只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永我真神。献诗说，咱要请老理事来正道，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成根建造。
各位希望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基甸会曙光奉献主日，咱真欢喜基甸会国际理事来甲刘振中理事来到咱中间来分享来证道。知影国际基甸会就是咱迄本圣经，咱若去愈写，拢有一个圣经伫咱的床头边啊。咱全世界有201个国家有基甸会，咱上帝真祝福咱台湾。咱知影咱台湾足少国际机构，咱用中华民国来加入这个国际机构。基甸会是咱会当用中华民国的名称来参与的国际单位。上帝嘛祝福咱台湾的教会啦吼，基甸会，因为伫这个201个国家中间，咱台湾除了会当奉献伫咱台湾本圣经以外，佫会当支援全世界去送圣经，所以上帝真祝福咱的台湾。咱今仔真欢喜，国际理事，咱知影全世界国际理事到25个名额尔，咱刘理事是其中一位，所以伫这个基甸会参与真久，嘛是算咱台湾之光吼。刘振中理事是名嘴啦吼，我相信今日透过伊所要分享的新军起造这个主题，会来激励咱传福音。咱将时间交刘理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下牧师甲谢牧师，多谢恁的支持，甲兄弟姊妹不断地为基甸会工作祈祷。特别我感受着感动，就是差不多恁唱迄个诗歌来纪念乌克兰遐的百姓吼。等下我嘛特别报告乌克兰的工作，互大家来知影基甸会伫乌克兰遐的工作。今年阮的主题因为伫顶3拜4拜5拜6，阮伫即个老爷行旅举行阮全国第66周年的即个全国年会，
有408个会员对全国的63个市会来，敢若马祖无来，其他金门、平湖拢总有来就对啊吼。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伫迄个中间得到真济只下鼓励，特别阮有请南神吴议长伫所在，甲阮有2段的即个培灵的信息。今年的主题是诚经建造伫即个所在，咱看到哥罗西书第2章第60到第70讲，咱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遵伊来行，伫伊的面前诚经建造，信心坚固，才亲像恁所领的教训，感谢心也较成长。有一位咱台湾的代教授叫做张文亮，伊有写一本册，最近2年前写的，叫做《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伊内底讲到即个讲道王子司布真伊的一生的即个过程，其中有写到司布真有一个真好的朋友，伊即个人叫做 William Cuff， 因为司布真伊伫1856年呢成立一个叫做牧者的学院，即个学校呢专门咧训练一寡平信徒，正做传道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Cuff 呢，伊是一个一个用着宋乡人来传福音的一个台弟，就是一个杜甫，叫做台弟就对啦吼，台弟台语的吼。虽然伊成长伫即个伦敦，无受到啥物教育，因厝真宋乡，伊讲话嘛无真顺利吼。所以但是伊是一个真敖台弟吼，台语的即个人吼。所以伫1863年呢，即个卡夫呢，伊去读即个牧者学院。都有人甲司布真问讲，像即个款人吼，无教育无即个背景吼，为什么会来读神学院呢？司布真甲伊回答一句话，讲伊有传福音的心智，有引带人归主的热诚，伫迄个所在，伊愿意服侍上帝，伊就会当来即个所在读册。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到1866年，即个卡夫呢，伊对着神学院毕业了后，伊到修迪奇迄个所在开始牧会。虽然伊教会所在是真宋乡的一个社区，但是伊每一个月拢有一届的机会，伫即个教会头前来做露天的报道会。报道会当伊开始的时阵，伊就摕一块足大地的牛肉吼，伫迄个所在开始呢，用伊的即牛肉倒伫抬，一边抬，就一边切，就一边讲道，一边讲道安尼。所以人看着讲伊真牛吼。即个刀啊，抬落吼真准，会当甲你肉剁了真水安尼吼。所以真侪人伫迄个所在讲吼，因为你吼，你常常咧练啊，所以你知影安怎掠掉即个所在，就抬了真准啦。伊讲吼，咱就爱徛咧伫稳，双骹徛咧伫稳，亲像伫咱的信仰的道路顶悬共款，你徛咧伫稳，伫基督耶稣的磐石顶悬，就会当面对任何的挑战伫个所在。所以有人讲你因为真修炼啊。所以，但是讲，咱每一个人伫咱的真理的道路顶悬共款，咱需要操练，更较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所以，司布真讲，咱是软弱，咱是软弱的，就亲像第一代、初代耶稣的门徒，伊嘛是软弱。咱看到初代这耶稣的门徒，因无学识通去夸口，共款，咱嘛无学识通夸口；因嘛无财富通去夸口，咱嘛共款无财富。但是因是插根定根伫主的话顶悬，因是定根伫主的话顶悬，所以因靠着听主，因就会当出去传福音，伫迄个所在，得到真好的果效。希望毋对，兄弟姊妹，咱看到哥罗西书伫这个所在 ，sorry， 对不起，伫这个所在哥罗西书伊伫所在教导咱讲，咱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这个所在讲，既然接受，就是你已经信了主，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加做你个人的救主，加做你生命的主所在。所以表示主耶稣基督伊主宰，伊管理咱一切的生活的徛起，所以咱按照着伊的旨意去行事行人去做代志。所以咱邀请主来掌管咱的人生伫所在。咱知伫迄个时阵，哥罗西的教会因面对着异端，面对着真侪即个诺斯底主义的即个攻击，所以因有的人的信仰伫个所在来摇晃。但是伫个所在讲啥？讲既然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就遵伊来行。虽然即摆咱看到具体的方法是啥，
就是从咱看到伫这所在，保罗甲伊讲啥？讲恁得爱定睛来建造，得爱定睛来建造。保罗伊用两个真重要，第一个定睛就是伫咱的这个农业的用语，就是咧伫个所在来建造。迄个建造就是迄个建筑的用语伫个所在。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同款，基督徒的生命咱嘛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咱的生命部分，外口人看袂出你迄个生命甲主的关系偌深，看袂出来，就亲像咱的迄个根同款。但是咱的外表所做出来，就是咱会当看会到的，伫主的面前的服侍，迄是咱的建造。所以伫迄个土下面的根吼，人看袂到；但是土顶悬的迄个树枝吼，是人看会到的。所以即摆咱感谢上帝恩典，互咱要怎样伫上帝面前来定睛建造，表明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伫主的内面不断的成长，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所以今日咱要对两个方面来学习这个功课。第一，咱讲到爱伫基督的内底来定睛，伫基督的内底来定睛，生根建造。一定要伫基督的内面。可能你问讲，为什么咱生根建造一定要伫基督的耶稣内底呢？是无毋对，因为伫圣经讲啥？保罗讲上帝本性一切丰富，拢有形有体，点伫基督的内面。所以咱看到上帝本性一切拢伫基督的内底，表示讲啥？上帝一切的丰富嘛伫个基督内底。所以保罗接来讲啥？讲因为咱恁伫伊内面得到丰盛，所以咱感谢上帝，咱若伫主的内面，主的迄个丰盛就伫咱的内面。当咱的根建造了以后，咱甲上帝迄个关系建立了以后，上帝伊个丰富就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流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咱甲上帝关系真重要。所以耶稣讲啥？讲伫迄个所在，歹势吼。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我的爸是栽培人，恁是枝，你若伫我内面，就当多结果子。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真简单，就是你甲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毋是你甲别人的，这个关系是你单独的，你个人的私密的关系，甲基督的关系伫个所在建立。所以，姊妹，互咱搁一个知影。咱若离开了这个基，就无法度做啥物。所以，伫基督内底生根建造，表明咱有深入美好的属灵的交通伫个所在。所以，咱看到主要所伊是一个真好的例，主要所伊是一个真好的例，真好的榜样。咱看到伫马可福音第1章35节讲啥？伊讲第2天的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所在，伫迄个所在祈祷。什么时间？时间是迄个天还未光。什么所在？是迄个旷野的所在。咱嘛看到诗篇119篇的147节到148节讲啥？讲我趁天还未光，就来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暝家还未暗，就目睭闭关，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咱看到伫即个所在讲啥？讲即个诗篇的作者讲啥？讲人伫天还未光，就仰望了上帝的言语；伫暝还未暗，就思想上帝的话，表明了即个人伊甲上帝迄个关系是日暝不断的属灵的沟通，日暝不断的属灵的沟通。所以即摆咱甲上帝个人的关系真重要，所以教会牧师一直强调，咱都爱每一天有这属灵的时间，每一天爱读圣经，每一天爱祈祷，建立你个人甲教会甲上帝的关系真重要。是无毋对？咱的信仰，当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所在，听牧师的讲道，咱伫教会参加小组，伫教会来参加团契，这一切听道理、参加小组、参加团契，是引带咱，毋是建立咱的关系。伫即个小组，伫即个讲道，咱是引带咱去建立甲主的关系真重要。所以，这个重要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有当时我们的方向搞错了，咱的方向用了唔对啊，咱可能爱甲这个团契主席建立好的关系，啊，甲这个人建立好的关系，毋是，这一切是要引带你
甲上帝个人建立迄个关系真重要。所以耶利米书17章第5节到第8节这个所在，有讲到，国耶和华安尼讲：我靠人血肉会放屁，心中离弃了耶和华的迄个人有好了，因为伊必亲像沙漠的土墙，无见福禄来到，却要踮伫旷野大的地，无人徛起的咸地。我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做可靠的，迄个人有福了。伊要亲像栽伫水边的，伫河边十根炎热来到，伊无惧怕，叶仔也要青翠，伊要伫高大的所在，一点仔都无挂入。所以，结果子，结果无止。所以上帝将百姓来比如做沙漠的土墙，甲伫河边插根的树啊。所以两种是无共款的结果，一种是靠着人血肉，靠着人的能力，靠着人伫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关系离弃了耶和华上帝。圣经啥？这个人伊就要亲像迄沙漠的土墙，伊伫个所在无看到福禄，伊伫个所在安怎无法度徛起。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啥？讲我靠耶和华的，就要亲像迄个树栽伫水边，插根伫河边，当炎热的天气来到，伊无要惊吓，因为伊叶啊共款是打青翠的。所以即摆旧约的上帝按照伊的百姓发出呼吁，所以咱爱思考，到底咱的生活要生活伫迄个沙漠的土上，还是要诚做栽伫水边的树？所以我想咱爱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咱是不是一个插根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扎根的人很重要？咱的人生的中间，唔是干那来到教会，讲咱信主上帝对万人中间竞选你，叫做伊的囝儿，然后你就真欢喜讲啊，我就得到永生的救恩啦！啊，我就有一天特动啊，我一定要到天堂。唔是安尼，咱要怎样伫你的中间，伫迄个所在，伫上帝的迄个计划中间，互你伫这个教会来发挥上帝互你的恩赐，伫个所在来建立这个教会真重要。当你伫这个所在建立这个教会，就是插根伫主的内底。所以到底你的根插伫什么所在？你是不是一个插根的人、定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定根伫什么所在？这是咱第一个要学习的功课。第二个功课是啥？就是咱爱伫基督内底来建造，咱爱伫基督内底来建造，咱要如何来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呢？伫犹大书所写的书信内底，甲咱讲啥？讲亲爱兄弟啊，恁都爱徛伫至圣的真道顶悬来造就家己，伫圣灵内底祈祷，保守家己，上帝的疼中间，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远。这个所在讲到至圣的真道，就是指着迄个圣经的教训，就是上帝的话。所以造就家己，就是造就原文的意思，就是建造艺术，造就自己就是建造的意思，建造艺术。所以，现在咱看到圣经内底有哥林多这个前书3章10节到14节的所在，讲到一个属灵工程的建造，属灵工程的建造。咱看到这个所在，伊讲啥？讲到咱伫上帝的恩，咱照着上帝予咱的恩，就亲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要伫别人伫顶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伫上面来建造，因为迄个人已经立好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无有别项会当伫所来立根基，只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骸，伫即个根基顶悬来建造。逐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迄个日子将到，要表明出来。有火发现，即个火要试验逐人的工程怎样，人要伫根基顶悬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就得到赏赐。所以，同款属灵的根基，伫迄就是建造真重要。所以，咱爱建造甲上帝的关系，就是你甲个人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信仰的关系，才会带抵挡迄个异端的侵蚀。有真侪这无好的这信仰的这歪歪错错的这信仰的。当互咱伫即个所在时，咱会当经历迄个属灵风影的即个考验，真重要。所以，互咱信仰建立好势了后，咱看到圣经安怎讲，马太福音第7章讲啥？讲若
两种军机，讲若听起即个话，去行的，就亲像将军机起伫啥？起伫迄个建立搬石顶悬，风吹雨淋，伊总是徛咧伫住。但是如果听了即个话，无去行，就亲像迄个厝起伫迄个山的顶悬，当风吹雨淋，即个厝就倒了真大。所以即摆，互咱看见咱的信用，即个环境的中间，可能过去2年，咱拄着真侪遮的 COVID-19， 真侪遮的威胁，真侪遮的挫折。但是咱的信用依然徛咧即住，因为咱的信心伫咱的背顶悬，咱有迄个信心伫迄所立咧即住。所以对着咱来讲，信心是建立伫甲上帝的关系，信心是建立甲上帝的关系。咱看到圣经内底，希伯来书有讲到真侪遮有信心的伟人，特别拿阿甲阿伯拉罕，拿阿甲阿伯拉罕。咱看到伫即个所在，圣经讲啥？讲拿阿因着信，既然望着上帝指示，伊袂着听从耶和华指示去起造了一只方舟，互伊伫个所在虽然伊无看去，伊迄还袂来，但是因为伊敬畏上帝。所以安怎伊就有备了一个方舟，伊全家得救，因为安尼伊就定了迄个世代罪。所以现即摆咱看到伊伫个所在虽然有120年的时间，有一人可能甲伊挑战，讲哎呀，你实在是少的戆的啦，根本都无洪水，无即个大水会来，你靠要做即个代志咧？过去历史无，即摆嘛无啊。但是伊知影，伊敬畏上帝，伊听上帝话，伫个所在来起造了即个方舟。那么看到阿伯拉罕，伫个所在。咱看到伊伫迄所在，上帝互伊75岁望上帝恩调，去开始服侍。但是我上帝甲伊讲啥？讲你去往我指示你的所在去。伊毋知影要对倒去倒，但是伊就对着主出来伫个所在。所以当99岁，主互伊一个细囝的时阵，咱看到上帝要互伊来将伊的囝来献互上帝的时阵，可能伊会想讲：主啊，这毋是你伫我年老99岁，甲互我的囝吗？但是伊无挣扎，伊伫个所在决定要献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坚固的表示。所以即摆咱真重要，咱个人爱建立关系甲上帝关系，这是一个真重要。生根建造伫咱的生活中间，基督徒一生的中间，互咱知影，咱毋是干那伫这所在礼拜日做礼拜，诚做一个基督徒，该奉献的奉献，诚做一个基督徒尔，毋是，咱是伫主内面怎样甲主联系？伫个所在更较深，伫个所在，互上帝来使用。基甸会过去123年来，嘛是一个真重要、定根建造的一个侍奉团体。阮定根伫什么所在？定根伫迄个核心的价值，一个团体、一个企业，咱叫做啥？永续经营、永续的经营。所以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真重要。因要怎样去永续经营？就是因一定有因家己的核心价值伫迄个所在，所以基甸会同款有设立家己的即个核心价值，就是7大属灵目标。7大属灵目标，即个7大属灵目标，甲咱讲啊，讲我们是谁？Who we are？ 甲阮做啥物 ？What we do？ 所以即摆咱看到每一年，像阮昨拜六，阮的即个开会中间一个叫做即个会议讨论，第一条，阮就是呼吁确定所有兄弟姊妹伫今年中间，阮有愿意遵行即个7大属灵目标，伫阮的生活中间，成做一个高的标准。所以安怎，成做一个读圣经的人，成做一个祈祷的人，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成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成做一个有慈爱心的人。阮做啥物？阮成做一个做见证的人，成做一个奉献的人。感谢上帝恩典，咱看到富强教会，恁是一个真爱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恁的主题是啥？丰盛生命活见证，为信基督传福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是一个真重要，因为伫咱的一生的中间，主要怎样用你伫伊的事工的顶悬。同款基甸会伫过去的123年中间，阮讲。阮是教会所伸出去的宣教的手骨，因为会员拢是对各福音教会来的兄弟的夫妇伫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这会员伫全世界的201个国家，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引带人来入捌耶稣。只有一个目标，引带人来入捌耶稣。所以透过三个方式：第一，联合侍奉，所以会员是对各教会的兄弟夫妇来；第二，个人见证。阮对明年开始有一个真重要的计划，就是叫做 conversation， 就是讲对话。阮希望更加深来训练会员的个人的传福音，然后要怎样来影响其他的这基督徒会当来传福音，互咱台湾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岛，真重要。所以基甸会每一本的圣经后壁有一个上帝救恩的计划。上帝请你，咱拢是罪人，现在是得救的时阵。所以伫迄个所在，我明年要对着遮来开始训练插根，伫迄个个人传福音的顶悬。我会记得我每一年的暑假，我拢去美国的所在，有一年我拢会去负责募款的餐会，我去做讲员。有一年呢，我讲了以后，我坐落来看到桌顶有3本的迄个军人迷彩装的迄个圣经啦，迷彩装的圣经所以我就摕一本我就下伫我的裤袋底，我就做一个真简单的祈祷，讲主啊，我还有10天伫美国，我要用这本圣经，用着一个美国军人来传福音。伫美国要看到军人伫街仔顶真困难呢。但是过2天我对迄个 Nashville 要去San Jose，所以我就坐飞机伫迄个 Salt Lake City 伫迄个盐湖城转机啦。所以我等我转机坐落来了以后看到3个军人走进机舱。其中一个美国女兵坐伫我边仔，感谢上帝恩典，互伊坐我边仔，我当用着传福音。我说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Jim Liu。我就甲伊讲了以后，我就对我的裤袋底摕了一本迷彩装的圣经我讲上帝今仔日准备一个真大的礼物要互你，哇！伊惊一跳，怎么跟我这个服装一样的颜色安尼所以我的时阵就甲伊分享这个圣经头前迄个疑难的帮助。我讲你也有苦难，你也有这个信心失落。会当读什么所在，我就献互伊看。了以后，我来讲上帝伫你的心上有一个计划，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伫后壁，所以我就甲分后壁献互伊看。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伫迄个飞机顶会当遇到伊来传福音。其实上帝真奇妙，你只要有备上帝就甲你准备。所以甲我做伙飞迄个执行长是负责东欧、苏联甲乌克兰的迄个一个执行长。伊讲伊的一生中间毋捌带过苏联文的圣经伫伊裤袋底迄天带一本真奇妙，对 Nashville 飞到 Salt Lake City 伊的边仔坐一个讲苏联文的小姐，所以伊讲我要用那个很破的苏联文跟他传福音。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给咱这个机会，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互咱基甸会鼓励会员、训练会员来个人传福音。不但安尼，阮伫学校、旅馆、监狱、军中、警察。伫个所在来扩大整上圣经，所以感谢上帝，阮伫昨暝，阮伫即个新营的即个大拿的迄个510旅阮昨暝有一个新兵训练中心，有450个新兵，所以阮派讲员去部队演讲，送450本的圣经，伫昨暝7点到8点半。所以上帝恩典，全台湾有11个新兵训练中心。所以每一年，这个新兵训练中心会甲因的接兵计划来互基甸会。所以基甸会按照这个新兵训练中心的接兵计划，新兵入来的第2礼拜，阮就派讲员进到部队来演讲，来送圣经互这个新兵。所以一年，阮差不多有300间的部队，300个部队邀请基甸会去演讲，送差不多9万本的迷彩装的圣经伫部队的所在。我上帝对咱真好。美国人嘛真欣赏呢，跟我们美国现在号称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够在部队里面公开的诵圣经，我们只能够咱刚才那个圣经给予军中牧师军牧，然后军牧代替咱去敬上。但是感谢上帝恩典，台湾咱会当进到部队去演讲去诵圣经，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伫个所在。所以基甸会全世界伫今年要送5000万本的圣经，为什么送这么多？因为有真侪生命改变。兄弟们，圣经讲啥？上帝的心愿是啥？上帝的心愿是无愿你一个人沉沦，愿你人人拢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愿。所以感谢上帝恩典。我伫5月31号对亚洲的执行长退休
因为我管亚洲太平洋管17年，所以我开始的时阵，我的管区吼，对巴基斯坦直直管到纽西兰，整个太平洋岛国一直到蒙古的西伯利亚边界吼，所以我管34国吼，9亿个人口，所以一年有差不多180天咧旅行了，对，拢咧旅行了。所以感谢上帝，咱看到上帝伫这个国家中间行了真侪遐奇妙的事。有一届伫印尼的苏拉瓦西，有一个少年人叫做 Yohanes Mahathiri。Yohanes 呢，伊有一天，伊带迄个庄仔头，互迄个回教激进组织吼攻击，所以回教遐激进的组织去攻击这个庄仔头，所以所有人拢走到迄个森林内底去秘起来，但过2-3天无物件通好食。所以，这个约翰呢是少年人，甲另外2个朋友呢，要行出这个森林呢，去找一寡食的物件。所以，伫迄个行的中间，伫半路，伊看到一本册吼，细本，比这较细本安尼吼，啊掀开的，啊伫迄个涂骹的所在，伊就真好奇，就捡起来了一看，迄个所在都掀开，伫马太福音24章的所在，伊看了有一节，伊得到真大鼓励，讲独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就感觉这句话对伊来讲真鼓励。所以就显到头前第10章的时阵，看到讲，既然有人伫人的面前来认我，我必伫天父上帝来认伊。所以迄个时阵，伊就感觉真好奇，就问迄2个朋友讲：假使咱若不幸吼，去有迄个回教组织掠着吼，啊，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无？啊，这2个朋友无甲伊回答呢。啊，真正过无偌久，真正用掠着。哇！迄个回教的这个激进组织的问伊讲：“你们是基督徒吗？”哇！迄2个讲：“我们不是。”哎，以后你可以走。哎，结果伊讲：“我是。”啊，就按棍啊，就互砍一刀，砍了1刀。又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伊讲：“我是。”后壁佫伫伊的脚趾片佫刺4刀。哇！啊，真正迄个时阵吼，伊就人咱老岁人倒伫迄个森林内底。遐人一看，也总共伊已经死去啊！吼，说紧走了，啊，过差不多1点外钟，啊，有人行过迄个所在，就看到伊老岁伫个所在，就甲伊救去当地病院，所以伊得到医治，伊得到完全的医治了以后，伊知影上帝伫伊迄个得到大困难的时阵，互伊伫迄个大困难的时阵，伊透过上帝话坚固伊的信心，透过神的话坚固他的心，所以伊决志。接受上帝呼召去读新人院，伫雅加达所在来做牧师。那上帝恩典，一个受逼迫的人，几乎要用刣死的人，但是上帝却救伊的性命，互伊伫上帝面前会当真做服侍伊的人。我看到因家来啊，我的朋友啊，我甲伊爸爸真做伙大汉的。好，另外看到伫全世界，伫哥伦比亚的所在，有一个 Carlos Yapi， 这个 Carlos 伊8岁。就进入一个贩毒的组织，这个贩毒的组织，这个毒枭呢，讲我有3个工作要互你选：第一，你甲我运毒去国外；第二，你甲我运毒伫哥伦比亚境内帮我运毒；第三呢，你甲我去山区呢，甲我帮助遐个农民来种植遐个大麻古柯碱。所以伊就选择迄个第3条路。所以伫迄个时阵，就家己来成立一个贩毒的行业，所以家己变成老大。所以伊每一届呢，去到山内斗底呢，伊就40个年轻的保镖对着伊吼。所以每一届伊就迄个所在，1989年开始就帮助遐个山区的遮个农民来种植迄个古柯碱。啊，伊有一个习惯，每一天呢，要出去以前呢，伊拢会伫伊的背包呢摕1本册啊2本册，暗时呢读册读了较困。有一届呢，伊袂记咧带册，忘了带书。哇！啊，迄个时阵呢，迄个农场的女老板的女主人呢，知影讲伊吼无册吼，永远困袂去吼。所以伫个所在甲伊讲，哎，我儿子吼，阮囝吼，伫迄个哥伦比亚的部队吼，接到一本基甸会的圣经呢。啊，无我这本送你好啦。所以迄永暗呢，伊就摕着这本的圣经，读到半暝啊。哇！困了以后，第2天起来足欢喜的，一面行路伫山内行路，一面分享讲，我昨暝伫这本圣经得到啥物款的迄个亮光吼，甲伊分享互伊的保镖听。所以呢，开始呢，逐天暗时读圣经，日时分享，互伊的保镖来听。啊，有一天，当因去一个新的农场吼，啊，迄个所在无路吼，所以拢是草啊，拢足长的草啊，所以摕镰刀吼，开始噗。结果这个刀吼，火了真大吼，咱无小心扑着伊的骹。
流血无法度袂停，流血不止，差不多要死啊，差不多要死啊！啊，毋是因着一个小的工寮中间吼，伊伫说的奄奄一息，咁要死啊！伫迄时阵，伊想着讲伊读圣经互耶稣呢，所以做着真简单的个祈祷，讲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主啊，你救我！真正主听伊的祈祷，全无过流血啊！所以第二天开始了以后，伊就真欢喜，慢慢复原了以后，伊就放弃所有一切遮的100外家的旧考前的地，然后改选250个员工，40个保镖拢成做基督徒，其中14个成做牧师。感谢上帝恩典，咱看到上帝真正恩待。伫个所在，伊伫哥伦比亚波哥大成立一个儿童基金，照顾250个迄个流浪儿、街头儿童伫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咱差不多会员教会为着乌克兰是基甸会工作，是一个 Think Global and Act in Local， 是一个全球化的眼界，但是有在地化的努力，这是个真重要。所以当今年1月、2月开始乌克兰的战争的时阵，基甸会伫乌克兰有211个的分会，所以赠送差不多2000多万本的圣经伫个所在。感谢上帝恩典，所以咱看到今年的全国年会伫7月70到18，伫达拉斯的所在，阮有2个乌克兰走到罗马尼亚的会员伫个所在做见证。伊讲，阮已经伫迄个波兰、匈牙利甲罗马尼亚遮的难民营送差不多100万本的乌克兰的新约圣经伫迄个难民营中间，但是无够额，因为有700万的难民对乌克兰走出来。所以伫个所在讲吼，古早可能真少人真侪人拒绝摕圣经，但是因为受到逼迫，所以真侪这伫难民营中间，因愿意接受，愿意来读圣经伫个所在。所以感谢上帝恩典，所以阮就见到2对夫妇吼，拢是对乌克兰走伫罗马尼亚的夫妇，所以阮伫个所在就甲因见面，甲因分享。所以我7月17，我伫达拉斯的台湾教会吼做见证，我就甲伊报告讲。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阮伫3月份的时阵，阮开理讲事的决议，阮要奉献5万本的新约圣经，所以阮马上汇$66,000美金，186万去国际总会支持，讲阮愿意加印5万本的圣经来支持这难民来上圣经。所以阮了以后，我就做这个见证吼，我就做这个见证。伫个所在，你看这张相片吼，是2014年伫迄个克里米亚吼的所在。当因苏联甲乌克兰咧战争的时阵，阮送真侪圣经，伫迄个军队的所在，有一个军人伫迄个战场的中间咧读圣经，互迄个 CNN 的做记者吼翕到啦。所以 CNN 的作者翕到这张了以后，就送互阮基甸会讲吼，恁送的圣经，互迄个军人伫迄个战场顶管伫个所在读圣经。所以感谢上帝恩典，当我伫迄个达拉斯台湾教会做见证了以后，有一个生理人。有一个台湾人生理人，伊做真大生理，伊讲志恒长，我就是志恒长，你小等一下，我等下阮兜摕支票簿，我连面来。所以等伊了以后，讲我要奉献1万本的乌克兰文圣经，所以伊马上开14000块美金吼，42万台票，然后交互我。所以等我摕了这张支票以后，我等伊到旅馆吼，就拄着迄个乌克兰的会员啦。我来，我话你看这张吼，这14000块美金是要为着恁奉献的。为着你们奉献要印圣经给你们去赠送的，哇！伊足欢喜，翕一个相安尼。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上帝互咱真侪个机会。所以兄弟姊妹，基甸会的工作需要恁祈祷支持。今年要伫台湾送30万本的圣经，要伫全世界送5000万本的圣经。我就需要搁一同工，上王医师安有一个同工来加入基甸会。我伫台南的所在，伫学校、病院、旅馆、家乐来送圣经，互更加侪人透过咱在地努力，会当看见上帝恩典伫咧中间。不但安尼，咱会当奉献的支持。兄弟姊妹，我甲你讲，你的支持的钱有一部分去到其他的国家。我管过亚洲17年，你毋知影巴基斯坦真送香，尼泊尔真送香，孟加拉真送香，缅甸真送香。咱一顿饭可能150美金，3000块台币，食了都无去啊。但是咱看到基甸会透过你支持，去年全台湾有2200万的奉献，其中1100万寄去国际总会去支持印这个
巴基斯坦、尼泊尔、甲缅甸的上圣经，因为咱的支持，互因有会当继续不断透过上帝话来改变人的生命。兄姊妹，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投资，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属灵投资。我要最后做一个见证，我唔知你的手机有这个app 无？有人举手 ，U Virgin 有举手。你敢知 U Virgin 是安怎来 ？U Virgin 吼是一个美国的少年人，叫做 Craig Groeschel。这个 Craig Groeschel 呢，伊是读 Oklahoma University， 伊咧读大学时，伊毋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伊有一天，伫迄个校园内底有3个基甸会员伫迄个所在上圣经，所以 Craig Groeschel 伊摕到迄本就是迄个草绿色迄本吼。所以，伊摕了一本了，上帝透过伊的话改变了 Craig Groeschel 伊的一生。所以 Craig Groeschel 当伊毕业了以后，上帝呼召伊全时间来服侍上帝。所以，就去读新人院，毕业了以后去到一间教会来服侍上帝。所以，伊就有一个思想，讲要怎样，互圣经真简单，会当听起，会当看起。所以，就招一群教会少年人来讲，我吼有一个观念，要怎样吼？互咱的手机吼，真简单咧，点吼，就当听着圣经，点，就当读圣经安尼吼。所以，这群少年人就发展了有 version 的 APP 吼，伫咧所在咱看到这个。所以你敢知影，这个 APP 对全世界的影响？咱看到今仔日有2774种的这个无共款的版本，有1863种的无共款的语言。总共全世界有5.3亿100万的人来使用这个 APP。兄姊妹，一本圣经去影响 Craig Groeschel 伊的生命，透过伊影响全世界5.3亿万的人。所以说，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属灵的投资。感谢上帝恩典，互咱搁伫个伫上帝面前三角做伙，伫基督的内面三角建造，也因为恁的支持。互基甸会会当不断伫台湾、伫全世界继续为上帝来做工，会当看见一人因的生命来改变。搁一届代表基甸会甲大家多谢，咱下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上帝，你互福建教会的年度的主题是生命活丰盛，生命活见证，为神基督传福音。所以感谢你，阮有这个传福音的心志，阮有这个负担。愿你来，互人的生命改变，透过你的话，主啊，搁一届求主你保守阮，今日透过这个信息，我每一个兄姊妹，愿你定睛伫你的话顶悬，我会当甲主你建立关系，或者所在，互我的生命不断会当伫主你面前，会当互主你来使用。主你也透过基甸会伫全世界的工作，会当看见主你透过你的话，不管伫乌克兰，伫全世界各所在，会当来互人的生命来改变。主啊，求主你搁一届祝福，阮伫主你面前服侍。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诗，圣诗572首，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
下面咱做伙为着几项的事项来代祷，请咱下头，咱用静默的方式，咱为着台湾的平安，也为着教会的事工，特别伫咱教会事工的顶面，要开始幸福小组的筹备，圣神亲自引带甲保守。也为着身体软弱软弱的兄弟，求主来赏赐因，伫软弱中间信心坚固，倚靠上帝。这时阵，请咱下头安静静默来祈祷。人民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一直在等阮亲近你，也对你讲话，将阮的需要来交托伫你的手。特别你有应允，既然两三个人伫主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祈祷，你就要甲阮成。我们在先感谢你敬愿，真侪你的囝儿，你的安排，伫富强教会有侪兄弟，互阮通真侪属灵的大家庭兄弟姊妹，互阮通伫即个中间做伙来祈祷，呼求恳求你。我们大声伫主你面前求你怜悯。阮有时体贴家己，阮有时软弱软弱，阮有时真正灰心失志。主你的神，搁一遍来坚固阮。你通过老李子的讲道分享，主你的话，搁一摆帮助阮深深定根，结连伫你，互阮伫逐项事的顶面。有主你的同在，无论环境如何，阮信心坚固，无摇拽，也帮赞，互你的百姓伫工作、伫软弱的时阵，搁较会晓回头，阮的心归向伫你。主阮为着教会的事工，交伫主你的手中。主你真爱你的百姓，会当传福音来荣耀，将你的福音。到伫遐也毋捌主你的人的中间，所以阮要伫即个月开始，阮的心陪伴，互主你用。阮也要关心侪侪，也毋捌主你的百姓，阮的朋友，通伫开始筹备幸福小组，即个事工的推行的时，引带去较侪人来认捌你。主你家己成就即个事，主你家己祝福，因为这是主你的心意。你爱阮去做，阮要伫主你面前恭敬交托，特别阮恳求你，你的平安降落伫台湾即个岛屿，你的圣手对天来扶持看顾，主上帝，愿你兴起一群敬虔、有主你公义、疼心、有主你的信实，这领导者。来领导台湾这个国家，互执政党也是在野党，所有台湾的百姓，通因为主你的疼，伫这个所在好好来珍惜、来照顾你所赏赐阮台湾这个国家。阮无论是伫经济、伫社会这个事项，也是侪百姓的生活，拢交伫主你的手。愿你的平安，愿你家己亲自搁一遍来照顾世的稳定。阮也将两岸的和平交伫主你的手。主，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的百姓，愿主你的稳定伫即个事的顶面特别做工遵守，
来引带甲掌管。主，阮若看去，阮相信你毋甘，你所创造的宇宙，伫这地上逐所在，真侪所在，有旱灾，有水灾，有火灾，有战争，有侪瘟疫。主啊，我相信，阮逐个人要将你所创造美丽这个宇宙百姓交伫主你的手。愿主你亲自搁一遍来怜悯世间人，愿伫你面前也恳求主你，搁一届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阮单单奉献的是，你就要永远。阮要学习伫主你面前，将家己本身的生命，你所予阮的一切，搁一摆交伫主身手，你使用阮。阮也要学习，亲像但以理一样，时刻爱亲近你，时刻祈祷，通正主你的心意。主你来祝福基甸会因所做的工，到伫世界逐个所在来传扬上帝你的话。无论是伫学校，无论是伫病院，无论是伫家业，还是伫军中、伫旅馆，互所囡仔到摸着、摕着圣经的时阵，主你的话就伫因的心内开始做工。你福音的能力伫因的心内感动因。主啊，愿知你要大大通过阮亲近主你读经的时阵，阮的生命拢改变。愿主你来祝福这个时间，到伫逐所在，你话语的真理拢伫人的心。你圣神的开力来开启，互阮明白你的话，互众人通过读圣经，搁一遍定根伫主里，结连伫主里。主甲阮同在，听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当心来奉献，特别今仔是基甸会时间奉献主日。请兄弟特别来代祷甲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咱来共读本话的金句。请既然互上帝密实的经，也有利益伫教师、伫读者，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人、上帝人伝達，便便来行拢总的好事。提摩太后书3章第16节、17节。报告，只是咱做伙来看报告。
下周是由夏牧师来主理，司礼是王俊麟执事。其他服侍同工甲顶少的奉献，各牧区小组聚会消息，请大家家己过目注意。即时咱来看具体交通，咱看第一项，咱今仔日是基甸会事工奉献的主日，咱感谢基甸会刘振中国际理事，甲东门教会所长老代表前来本会主持正道请安，也为着基甸会事工来报告甲募款。另外，咱本会夏牧师受派到平湖七美教会正道请安服侍，请伫主内代祷。咱看第二项，本主日也是总会所定着教会甲社会奉献的主日。中会教社部也负责推动各项的事工，主要项目有公益、和平的事工、永续环境的推广、急难救助计划、社群关怀的事工。本会已经用专款拨款奉献，欢迎兄弟有感动，也当做指名的奉献。咱即摆来看第四项，本会预定伫9月11日开始推动第5期幸福的小组，望会友会当踊跃来参与。第5项，本会人事的消息，本会咱敦平詹水平传道为本会青年事工的牧师，预定伫9月正式来就任。第2点，本会嘉龙主任干事伫本会的服侍，要伫8月底辞任。感谢伊3点半的时间，伫本会尽忠的服侍，也请为伊后续的这场的工作顺心，会得力来代祷。第6点，咱本会有小会办理新聘行政事工的干事一名，请兄弟代祷甲推荐。接着咱来看第9项婚礼的消息。本会黄公尧甲陈玲玲执事夫妇的公主黄昭勋弟兄甲吕梦萍姐妹，已经伫昨伫台北文华东方酒店举行婚礼。并定伫后礼拜日阴暗6点，伫精英酒店的仁德厅举行祝福的喜宴。咱恭喜请为因的新人、新人的婚礼筹备的顺利，建立蒙恩的幸福的家庭来代祷。咱看第10点，咱后主日咱举行异地祈祷的时间，鼓励有身躯还是心灵病痛的人需要异地的会友，伫礼拜讲道以后，会当到讲台前来接受咱的祝福的祈祷，来迎接圣灵的异地。第2点，特别今仔开始，咱的爱心的午餐已经开始，欢迎会友现场来使用。如果需要外带嘛是会使，但是提醒外带上好自备餐具。感谢大家的配合。另外，今仔开始，咱的心理转角嘛开始来恢复咱的服侍。欢迎大家来使用。第4项，伫咱昨社区的书法班已经开始有恢复，请大家热烈来参与。最后，咱来看这个关怀和代祷的事项，咱看第7页第3项。咱请为着咱教会这身躯病痛大概30几位的兄弟的健康，甲咱的心灵的平安来守望代祷。接着，咱要请谢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早起得到老理事引带咱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话通过伊的嘴来激励咱、帮助咱。牧师有几项会提醒啦吼，毋望咱大家来注意。头一项就是咱的周报内面吼，咱的周报内面的。第3项中保代祷事工，咱第44期代祷勇士开始按9月初1到12月31日，所以12月31号，伫即季的中间，其他兄弟姊妹有缘踊跃继续报名来参加也特别来鼓励咱兄弟。第2，咱的奖学金奖学金。到伫9月25截止，
所以咱鼓励咱的子弟，若下即个资格，拢会当来申请吼。毋望咱通过搁较侪的鼓励，互咱教会青年、咱的子女，无论是伫功课有好的表现，伫信仰依然有得到栽培。所以咱特别为着提摩太牧区，昨到伫明仔载，吼，因今仔日伫拿来做礼拜，因的生活营，因所有的活动拢会当，互即个提摩太牧区遮的青年，咱教会的青年，搁较深的熟悉连结，特别伫信仰的顶面有得到造就，有得到造就，所以咱也为着即个事来关心甲带导。最后一项，这是邀请吼，我说邀请咱做伙伫祈祷中间，来关心，虽然是别个中会的牧师，还顾咱来关心工商教会，工商教会蔡牧师，伊会早起的放管的干放干，伊的查某囝阿姨将伊的肝互爸爸。所以伫会早起的开刀，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手术。所以咱为着蔡牧师甲伊的查某囝来祈祷，毋望今仔日一切拢会当真顺利，也保守工商教会，众兄弟中集伫即个事的顶面交托，大家心伫迄个担忧、焦虑的时，上帝平安。甲教会兄弟姊妹三甲弟弟，所以毋望咱兄弟伫祈祷中间，特别来为着因来做祈祷。咱若少年伫即个疫情的中间，有真侪人身体软正软弱，感染了，迄个复原真慢，所以咱也为着即个事来祈祷。拄则咱的泽荣执事带到中间有提起，咱昨有2位咱的兄弟连续有2位拄着车祸，做保守。当咱开始要做事工的时，魔鬼坐袂牢，伊会出手来扰乱咱、攻击咱。毋望圣神开力，互咱无摇逝。咱伫事工的顶面，搁较强调主上帝来保守因。早日来恢复即个皮肉的痛痛，软正软弱的主甲因三甲弟弟，所以咱特别求主来保守福音事工启动的时，上帝互遮的脚镣拢止煞，无到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用安尼来做补充，咱就欢喜老理事甲所长了夫妇到伫咱的中间，咱真多谢用普话声。感谢多谢，小等者第2场游完，要请老律师继续伫即个所在带咱来做礼拜伫敬拜中间，圣神甲伊三甲弟弟，敬礼咱大家多谢。上迎，即是请咱起立3甲来吟上迎的圣诗390首，俄勒篇碑万福本源。现时煞，咱请谢牧师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帮助、引带、保守，甲咱众人三甲弟弟，对即时直到伊过来，阿门。
请坐，密道闭会。